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9章，所有的以色列人照家谱有登录伫以色列列王史。犹太人因为背叛上帝，受掠去巴比伦，大城转来家己的城，住伫家己所有地的人，有以色列的平民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圣殿的工人。犹大便雅悯、以法莲、马西这个支族的人住伫耶路撒冷。犹大的支族有690个家族住伫耶路撒冷。犹大的囝法律师的后代有乌太，乌太是阿米弗的囝，阿米弗是暗利的囝，暗利是阴利的囝，阴利是巴尼的囝。示罗的后代有大囝阿撒雅甲伊的正囝，舍拉的后代有耶乌利甲伊的兄弟。便雅悯的后代有撒罗，撒罗是米苏兰的囝，何达维雅的孙，哈西罗亚的家仔孙。阁有伊比尼雅，伊比尼雅是耶罗罕的囝。阁有伊拉，伊拉是乌西的囝，米基利的孙。阁有米苏兰，米苏兰是示法提雅的囝，流尼的孙，伊比尼雅的家仔孙。便雅悯支族有956个人住伫耶路撒冷。以上这人拢是家族的族长，有登录伫家谱。这其中有亚大雅、亚何雅利、雅君，阁有上帝圣殿的总管阿撒利雅。阿撒利雅是希勒家的囝，希勒家是米苏兰的囝，米苏兰是撒督的囝，撒督是米拉约的囝，米拉约是阿希督的囝。阁有耶罗罕的囝阿大雅，耶罗罕是巴西互尼的囝，巴西互尼是马基雅的囝。阁有阿底业的囝马赛，阿底业是雅希谢拉的囝，雅希谢拉是米苏兰的囝，米苏兰是米什利密的囝，米什利密是音密的囝。以上这人拢做因家族的族长，前后处理上帝殿内的事务。因拢总有1760人。利未人米拉利的后代有哈沙比雅的家仔孙，阿苏利干的孙，哈述的囝是玛雅。阁有巴甲、希律斯、加拉甲马塔尼，马塔尼是阿萨的家仔孙，谢基利的孙，米迦的囝。阁有亚杜顿的家仔孙，加拉的孙，是玛雅的囝俄巴底亚。阁有伊利加雅的孙，阿萨的囝比利加，因拢住伫尼德法人的庄舍。圣殿的守卫有沙龙、阿国、达文、阿希曼，甲因的兄弟。沙龙做因的头。因以前固守东平王的门，因较早是利未族营中的守卫。科拉的家仔孙，伊比亚撒的孙，科利的囝沙龙，甲同族的兄弟科拉人，拢负责事务。搁
看守会幕的门，因的祖先捌固守上主会幕营地的入口。以前，伊利亚撒的囝菲尼哈捌做因的总管，上主嘛甲伊同在。米士利米亚的囝撒加利亚嘛是会幕入口的守卫。受竞选做会幕入口守卫的人有212个，因伫家己的庄舍有登录伫因的家谱。因受代表甲先见撒母耳指派负责即个职务。因甲因的后代继续固守上主圣殿的门，就是会幕的入口。东西南北四边的入口拢有守卫。因踮伫大庄舍的兄弟，每7日轮流分担因的工作。这4个入口的守卫长是利未人，照因的职责管理上帝圣殿的房间甲府库。因伫上帝圣殿的周围过暝，因为因受托看守圣殿，逐早起负责开门。利未人中间有人管理敬拜用的器具，提出提入拢着点算。个人受派管理圣所其他所有的器具，以及面粉、酒、油、乳香甲香料。祭司的后代，各有人负责调和香料。利未人马他提亚是科拉族沙龙的大囝，受派负责烘饼的工作。因工作的兄弟哥哈的后代，有人负责准备安息日献祭的饼。负责唱歌的人是利未人家族的族长，踮伫圣殿的房间，无做别项工课，因为每日拢着爱侍奉。以上这人照族谱的记录，是利未人家族的族长，拢住伫耶路撒冷。耶利开创基遍城徛起伫遐，伊的某叫做玛加，伊的大囝是阿伯顿，阁有苏尼、基斯、巴力、尼尼、拿达、基德、阿希约、撒加利亚甲米基罗。米基罗生是米暗，这个人拢徛起伫耶路撒冷，甲因的亲族住对面。尼尼是基斯，基斯生瑟罗，瑟罗有4个囝：约拿单、麦基、苏阿、阿比拿达甲伊斯巴力。约拿单生米勒巴力，米巴力生米加，米加有4个囝：比顿、米勒、塔利亚甲阿哈斯。阿哈斯生亚拉，亚拉有3个囝：阿拉别、阿苏玛威甲心利，心利生摩萨，摩萨生比尼亚，比尼亚生利法雅，利法雅生伊利亚撒，伊利亚撒生阿瑟，阿瑟有6个囝：阿苏利干、波基罗、伊什玛利、西亚利亚、乌巴迪亚甲哈兰。